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为着要反制罢免，提出着反废死、反戒严的公投，就伫今仔日列入着立法院会议程，要来拼敬父遗托。所以这个条约拢发出着加急动员来备战。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引用公投法的法条，讲就算表决通过，哪像嘛无法度产生效力。这是互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听到这袂爽，叫中选会甲喙踢起来，爱尊重立法院的决议，尊重发言人权益。伫主席台前对呛要得发言的议场内充满火药味，拢是为了国民党团反制罢免，另外开一个反戒严、反废死公投的战场，要拼立法院议会交付儿童。伫国民党团总调部分期的带队之下，大家拢穿白色外套。表决前，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搁伫边仔伫讨论，因为英国南北合作的惯例，即摆民众党团的态度较保守。事先搁讲有讨论的空间，你看即摆反废死的公投的主文，敢有同意各级法院合议庭法官判处死刑，无需要一致决。另外，反戒严是写总统赖清德定位对方是境外敌对势力，敢有同意政府爱避免战争，避免台湾变成家园避讳乌克兰。这个主文的形容，行政院长杜英台批评讲，这两个公投案根本是假议题，爱知影定赢，差不多就好。这两件事情的不存在，日前我已经说过了。难道提案的政党认为台湾现在是戒严吗？找到了那两只不存在的黑猫吗？这两个公投法案也绝对不会成功，因为假的议题本来就不会成功的哈，所以这只是国民党想要试图去干扰人民的罢免权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讲，就算有通过，嘛无法度产生效力。有逻辑啊，似乎是有自相矛盾的状况。这样子的公投有结果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按照公投法第30条的规定来发生它的效力。那今天既然是由立法院提的，那请中选会就闭嘴吧，好，就尊重立法院的决议。两大公投案议会表决前，条约双方拢无要受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